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主”。这个“主”就有带头的意思，像人讲主意。若是带头的人嘛是主，像咱讲一家之主。当事者咱讲是苦主，所有官人像咱讲处主。另外，基督教耶稣嘛讲是主，像咱讲感谢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大主大义，主意就是做主的意思，像讲这件代志，互你来注意。另外，主意嘛有心意甲办法的意思，想讲这到底是谁的主意？大主大义就是无经过时代，或者是定时决定家己主张，嘛有人讲是自作自专。第二个词，读做事主，就是当事者。像咱新闻常常讲到公亲变事主，本来是要做公亲，却变做当事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有百年厝无百年主，伊大主大义，甲阿公的厝卖掉，害时代变事主，气甲气心攞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主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